会长林周明说不盖公宅是懒惰政府。对呀、对呀、他是讲批评民进党吗？还是？上宋楚瑜。会长林周明说不盖公宅是懒惰政府。对呀、对呀、他是讲批评民进党吗？还是？上宋楚瑜。台北市政府2014到2018很勤劳，现在他的意思是说柯文哲，你现在很懒惰，林周明现在都针对你，你两个完球是给偌重啊？不会了，还好。其实我们他应该写2014到现在，他不要写2014到2018。所以他的意思说他任内做得很好啊。你柯文哲现在这一任没有用，他就做得不好啊。不会啊，公务员整个都花局只换了个局长，其他都没换了，所以应该差不多啊。所以你不同意他所讲的内容？那你要不要严正的否认一下？不会啊，我倒觉得这样啊，大概这个很务实的讲啊，我们公宅大概就是维持1万户在施工状态，这是比较务实的做法。然后目标还是5万户啊，但是就用这个速度前进。把这个门票撕掉，也不要给王金平，你怎么看？那主会他是他是正台老前辈，不会这样讲话吧？亲民党宋楚瑜预计第5次披袍上阵，对，但是他之前把这张门票本来要给你柯文哲，后来柯文哲你不选了，他也不愿意给王金平。接受媒体的一个专访的时候，他不想害王金平，可对你柯文哲，因为你不选，他不排除要批正上场。那你的看法？我没有什么看法的，哎呦，也许他需要去搭台亲民党的部分去了，还有亲民党的立委选举啊。可是我听说他本来是想要宋柯配，那后来你自己又组政党。组了政党就算了，把他首都直辖市的2个大将全部挖走了。他其实现在，你说你要跟他碰面，碰了2个月，所有全国的人都在等，可是等不到你跟他碰面，他拒绝跟你碰面吗？应该也不是拒绝的，他好像最近很忙呢。你会不会支持他？支持他什么？选总统？选总统啊！哇，这个。再讲。你会不会支持宋楚瑜选总统？我是觉得太辛苦了，他选第5次哦，凶甜了。所以你是希望他不要选了？我真的要选第5次哦，天哪，我真的太累了啦！太累了。太累了。所以你认为他应该休息？不是啊，这个。如果宋楚瑜说这张门票，请你来选，你有没有可能放弃民众党？然后你自己来批宋楚瑜的亲民党上阵，这不是更奇怪吗？所以你不支持宋楚瑜？不是啦，不要这样讲啦。我们应该这样讲，迄今为止柯文哲没有表态，你要这样讲啊，标题要这样下。